咧點樣能夠增加個收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對於我嚟講係可行嘅方法啦，就俾大家做個參考嘅。咁包括點解咧？了解自己嘅原動力究竟係乜嘢咧？咁樣點樣去做咧？就咧當我哋越想揾錢嘅時候，其實我哋就越需要增加我哋嘅個人能力，並且咧去滿足呢個市場嘅需求。咁而有3個原則咧，我係堅持嘅，包括 Hello 大家好，歡迎你收睇今集嘅奮鬥爸 B。咁今集主題係乜？我哋去邊睇睇？係啦，就係呢一個啦。繼續我哋今年嘅主題，點樣能夠增加收入咧？今次咧就係講揾到合適自己嘅方法嘅。好，咁都係咧關於工作啦、金錢啊、理財咁樣樣啦。咁點樣能夠增加到收入咧？咁樣我係由2人家庭啦，到慢慢去到4人家庭，經過咧跌跌碰碰之後咧，對於我嚟講咧，就同大家分享下，我認為對於我嚟講係可行嘅方法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就請你俾個 like 啦。有嘢想同我哋交流就留言，覺得幫到其他人就分享出去。咁並且咧想持續收到爸爸會遇到嘅話題咧，就訂閱呢個頻道啦。咁鼓勵大家咧以一個不相信也不懷疑嘅態度，再配合埋咧獨立思考，去評估下咧今次分享嘅參考價值嘅。第一，點解當你想增加收入嘅時候，你要問清楚點解你要增加收入咧？咁同埋咧呢個點解咧可能咧需要問5次逐步去問以至到咧去揾翻咧你內心咧嘅原動力究竟係啲乜？究竟係咪純粹為咗養家，定係想時間自由定係還是咧想增加而家或者未來生活嘅選擇，想增加娛樂消費，定係咧想咧花錢咧喺你重視嘅事物身上，或者你有啲使命咧係需要用錢去實踐嘅咧？咁而當第二咧就係點樣係去增加嗰啲收入？咁其實喺第31集嘅時候咧，我都分享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而對於我嚟講，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正職。可能對某啲家庭嚟講咧，其實申請咧善用一啲嘅津貼咧，其實已經係最有效、最簡單嘅方法。咁但係都不外乎咧，其實咧係由透過3個嘅向度嘅。一，你就要管好自己啦。另外咧，第二咧就要學管好錢啦。第三咧就係咧要好好同其他人合作溝通配合咁等等。咁如果我哋將佢咧變成一個3角關係啦，其實咧就係當個人能力同埋咧能夠持續發展個人能力啦，配合咧社會嘅需求，逐漸咧就能夠揾到錢啦。咁反而咧越想揾錢咧嘅人咧，有時就越揾唔到錢咁但係咧專注喺自己嘅個人能力啦，專注喺市場需求啦，反而咧仲有機會。咁樣咧就另外當然啦，能夠培養到一種咧減少非必須支出同埋精明消費嘅習慣咧，亦都係對降低生活成本有幫助，自然咧就多錢使啦。當你要學習管錢嘅時候咧，其實都係需要培養到一種嘅技能咧，就係精明學習啦，同埋虧損嘅管理。咁以至到咧，無論你係投資嘅機會又好投機嘅機會都好咧，先至能夠咧可能發揮到出嚟。咁而咧有3個原則咁我咧係咧堅持住咧喺呢個嘅生活嘅裏面。第一，收入咧就要大過支出對於我嚟講咧，呢個真係個黃金嘅生活法則因為咧，無論你係揾2萬啦，定係你揾20萬，只要你嘅收入咧唔係大過支出只要咧你使嘅錢係多過你每個月揾嘅錢咧，咁樣咧將來咧災難咧都必然係大難臨頭啦。咁第二咧就係持續學習啦，投資於自己，以至到咧就可以增加到未來嘅收入。仲有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天國嘅投資咧，支持到其他人嘅時候咧，天父自然有回報。好，就以我呢一個嘅個人能力、市場需求同埋金錢咧呢個3角關係咧，咁我哋再講多少少啦。其實天國投資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咧我嘅一個嘅秘密嚟嘅就係當我哋咧我哋係充滿熱情啦，對某件事，我哋擺時間落去啦，去咧累積相關嘅知識培養咧相關嘅技能。咁對於天國嚟講咧，其實仲要加上咧信靠同埋順服當能夠做到嘅時候咧肯去將呢個錢咧投放喺天國嘅裏面，投資喺其他事工其他人嘅身上嘅時候咧，上帝好奇妙天父咧有時咧會令到我哋嘅生活成本下降啦，又或者咧俾我哋有啲唔同嘅工作發展嘅機會甚至俾我哋睇到咧有一啲唔同嘅賺息或者賺價嘅機會整體嚟講咧就係咧佢會讓按我哋嘅需要咧係供應，即係我哋咧地上嘅需要。咁當然就唔止淨係錢啦，仲有其他嘅滿足感等等，仲有咧我哋天家未來嘅獎勵啦。好啦，所以總結來說咧，就係即係咧點樣能夠增加個收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對於我嚟講係可行嘅方法，就俾大家做個參考嘅。咁包括點解咧？了解自己嘅原動力究竟係乜嘢咧？咁樣點樣去做咧？就咧當我哋越想揾錢嘅時候，其實我哋就越需要增加我哋嘅個人能力，並且咧去滿足呢個市場嘅需求再配合埋咧減少非必須支出或者精明消費咧，自然咧收入咧能夠可以支配嘅收入咧就能夠增加啦。條條大路通羅馬，最緊要揾到一條合適你自己嘅路啦。咁而有3個原則咧，我係堅持嘅，包括收入大於支出咧，就咧改善到而家嘅生活；持續學習就能夠咧投資未來，令到咧未來嘅收入能夠有機會增加。
咁而天國投資咧，當投資喺其他人嘅身上嘅時候，咁樣咧有時咧就會有意想不到嘅回報。好，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咧，就俾個 like 啦。咁樣咧有嘢想同我哋交流就留言啦。咁啊覺得幫到身邊嘅人就分享出去，並且咧想收到爸爸嘅話題咧，就持續嘅話題就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啊祝福各位，希望咧藉着今次嘅分享咧啟發到大家係能夠咧揾到個合適你哋自己嘅方法，可以咧增加你哋嘅家庭收入啦。好，祝福你，再見，拜拜。